歡迎大家收睇 Michelle Channel。咁今堂咧就會做一個20分鐘嘅 Pilates class 嘅。咁我哋需要嘅工具咧就係一條橡筋繩，係咁簡單嘅。咁就 on the mat 嘅。咁我哋首先做個 warm up 先啦，做翻少少拉伸，我哋先進入我哋嘅 Pilates class 嘅。咁我哋吸氣，頭向上，跟住手亦都一齊向上，一齊拉。呼氣放鬆，頭向下。去翻至中，頭轉去右邊，頭去左邊。咁我一路做拉伸咧，一路講下今堂嗰個流程啦。咁今堂咧其實會做翻腳嘅 Pilates 啦，同埋我哋會做翻啲大腿，主要做大腿嘅。咁我哋繼續頭向上，呼氣頭向下。去翻至中，頭轉去右邊，去你嘅左邊，後呼氣放鬆。咁我哋做翻少少嘅拉伸運動，我哋先進入 Pilates 嘅。吸氣，手向上後彎，呼氣 bend forward， 吸氣平背式腰側拉長，呼氣右腳左腳一齊踏後 plank pose。跟住之後咧，腳三向下跑地下，人線前 cobra， 呼氣 downward dog， 雙腳輕輕踏翻鬆，準備今日嘅運動。雙腳輕輕踏到脊嘅前頭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攞翻個橡筋繩啦。咁你睇下屋企咧有咩橡筋繩咧，就首先我哋箍喺大腿呢個位嘅。咁平時我喺 gym room 咧呢一個動作咧，我每次都會做，因為呢個係幫手練你個蜜桃肌嘅。咁我哋箍咗喺個大腿上側啦，之後咧成個人蹲落去，跟住之後左右咁樣行，大踏步踏下。咁你跟住個人嘅需要，譬如你覺得喂，我呢個橡筋繩咧個 tension 唔係好夠，咁你可以用翻個磅數多啲嘅，個 resistance 勁啲嘅繩，咁做翻自己 option 啦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個 warm up， 喚醒翻你個蜜桃肌，準備今堂嘅運動嘅。繼續去左邊。咁蹲嘅時候咧，其實成個人坐低啦，跟住屁股向後。盡量將屁股向後多啲啲，咁你應該 feel 到咧，屁股呢兩個位咧係會有啲酸軟嘅。我哋做多一陣先，喚醒翻今日呢堂運動，我哋係 focus 喺腳部嘅。繼續努力，蹲後啲。屁股向上嘅，好，呼氣放鬆。咁首先拎翻開個橡筋繩啦，我哋就坐喺個脊度嘅。咁今堂咧，我哋都會做翻我上堂都有教嘅 bridge pose 啦。咁今堂嘅 bridge 嘅 variation 咧會有少少轉變嘅。咁首先咧，成個人係瞓喺個脊度，腳咧動高呢一個位之後咧，我哋雙手擺喺個脊度，跟住吸氣，屁股慢慢上，跟住上背呢個位，下背呢個位上，到上背上，成個人上咗之後咧，呢個成一個直線嘅，唔好成個屁股咧 arch 得太高，我要係水平線，一個直線就得㗎喇。雙手撳實個脊。頭唔好兩頭望，因為好容易咬親嘅。後呼氣慢慢落，逐格落，上背啦，中背啦，下背啦，盤骨慢慢落翻嚟，再繼續呼氣慢慢上，口呼慢呼，
逐格，中背、上背，跟住喺度停留3個呼吸，之後慢慢落返嚟，上背、中背、下背，盤骨慢慢落，坐咗喺度啦。再嚟第3組，呼氣慢慢上，一格一格上，尾龍骨上先啦，下背、中背、上背。呢樣上咗之後咧，我哋呢一個位咧做個 variation 嘅，咁做翻自己 option。我示範一個 variation 係點啦。嗱，雙腳咧保持踏住喺地板啦，我哋呢個位打開，吸氣3，收翻嚟，呼氣打開2，保持一直線3。嗱，同學仔咧可以選擇 option 1嘅，一隻腳打開，左腳打開，就唔使一齊咧，就兩隻腳一齊反開嘅。做翻自己嘅 option， 我做翻 option 1先啦。右腳打開，翻嚟，一直線，左腳打開，翻嚟，呼氣口呼，翻嚟，左邊打開，翻嚟，跟住再慢慢落翻嚟先，逐格逐格落。咁呢一個動作咧，反開咧，其實轉翻你個 hip bone rotation， 等你呢個 flexible 再多啲嘅。我哋做翻第2組啦，逐格逐格上，尾龍骨上，下背、中背、上背，跟住垂咗一條直線之後咧，我哋一齊反開啦。自己做翻自己 option， 可以單腳反嘅，或者係兩隻腳一齊反開1，做10下2、3，水平線4、5，呼氣打開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落返嚟，中背、下背、尾龍骨，雙腳咧繼續踏實。我哋每一組咧做3組嘅。準備好之後咧，我哋做第3組啦。慢慢逐格逐格上尾龍骨、中背、上背，慢慢上到水平線之後，做翻自己 option， 單腳或者雙腳一齊反開啦。1，要定嘅，成個人唔好揈嚟揈去。2、3、4、5，又要慢啦，又要穩陣嘅。6，又要保持水平線。7、8、9、10，好，翻嚟啦，慢慢落翻嚟。我哋做完呢一個咧，我哋做翻個簡單嘅 roll up 啦。咁 roll up 咧，其實同瑜伽都有啲似嘅，瑜伽都好中意做 roll up。我哋 roll 嘅時候咧，要成個人要定上嚟，定一定，就唔係喺度不停咁樣搖晃前後。你要攞翻個，一來係個 momentum 上咗嚟啦，上咗嚟之後咧，你要夾實個肚仔，令到佢定格。咁點為之定格咧？我示範一次先啊。好，落去啦，揈上嚟之後呢一度咧，成個人定咗，就唔會見到前後喺度搖晃嘅。你當你夾實個肚，夾實個屁股咧，你所有嘢收緊咧，你呢個動作就可以定到落嚟噶啦。慢慢練，可以做10下。2、3、4、
5、6、7，夾實8、9、10，做12下，11、12。咁我哋做3組啦，唞唞先。咁呢一個動作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背部 massage 咯。一來你係可以練到你個核心內肌啦，要去夾實，要去停頓嗰個感覺。二來咧，其實背部咁樣喺度上下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背部按摩嘅。我哋準備做第2組啦。今日都幾多動作要做嘅，仲未做埋隻腳嘅。好，第2組啦。1停，2夾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夾實，11、12。好，話咁快做完第2組啦，唞一唞咧，我哋做第3組。其實做呢個動作咧，最緊要所有嘢收埋。我有陣時見到其他同學咧做嗰陣係好搖晃，話哎呀我上唔到嚟啊直頭。咁嘗試用個 momentum， 我都頭先一開始講咧，你要搖翻自己上嚟嘅。咁搖唔到上嚟咧，唔緊要，慢慢練，每日比琴日自己更加好就得㗎啦。好，進入第3組啦，預備1，停一停，夾實肚、屁股，呼氣夾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非常好，做完3組啦，大家有咩感覺咧？我哋唞一唞先。咁我繼續講話下一組咧，我哋做啲乜嘅？咁下一組我出晒汗啦。咁下一組咧，其實係好有 option 嘅 side plank。咁 side plank 咧，首先咧，我哋可以做翻 option 1啦 ，easy option 啦。我講一講每一個 option 點樣做先。你係首先咧 option 1，手喺地，腳喺地。腳係打側咁樣喺地啦，手喺地，腳喺地。跟住呢一個位咧，我哋就我講 option 2先，唔好意思啦。option 2咧，呢度打側，成個人 side plank 高。跟住 option 1咧，腳喺地，手喺地，咁樣做翻個 side plank 嘅 option 啦。如果話喂呢個都太高喎，咁可以做翻落地，另外一個 option 嘅 option 1嘅難少少 version， 手側喺地，跟住咧腳咧前後喺地，做翻自己 option。最簡單嗰個咧就係腳手同時喺地板嘅。咁我哋一齊做，每一邊都要起碼做停留10秒嘅，都唔容易啦。我哋都要一齊努力嘅。咁做翻嗱，我而家做示範一個 option 1先。option 1咧係咁樣，喺度停留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放鬆。跟住第二個 option 咧就 option 2啦。option 2咧可以 option 1嘅中間啊，我覺得係隻手咧撐喺地，越低咧個容易度係
容易啲嘅。越高咧，咁啊真係 option 2啦。咁做翻自己 option 嘅，咁我就做翻第二 round 嘅 option 2啦。腳就喺兩隻腳都係地板啦，side 上翻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放鬆落翻嚟，睇下頭先。咁我下一組咧，做一個 option 1嘅難啲啲嗰個 option 啦，我乜 option 都做晒俾大家睇。咁就係手咧就喺地板嘅，腳咧就好似頭先 option 2咧，前後喺地板又得啦，雙腳搭埋一齊都得，揀翻自己嘅 option。好，預備，我哋一齊上，1、2，呢度要上嘅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。我要做埋第二邊3個 option 咧，我都做嘅，揀翻咧適合自己嘅，慢慢逐步咁樣上去，越嚟越難嗰個 option 啦。咁我做翻一個最 easy 嗰個 option 先啦。手腳喺地板，跟住咧雙手打開，停留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呢個第一個 option。跟住做埋下一組咧，就係手喺地板，腳咧前後喎都得嘅。我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放鬆。我哋停留耐少少咧，就做 option 2啦。揀翻自己 option， 你可以3 set 咧都係做 option 2嘅，或者3 set 都係做 option 1嘅，總有一款啱你嘅，我覺得。好，預備好之後咧，準備手撐喺地板，腳咧前後腳搭嘅。預備1、2、3，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落翻地板啦。咁佢最後尾一組動作咧，就係做翻手咧，其實係嘥成個人側邊咁瞓咗落嚟啦。呢一個咧，我覺得幾唔錯嘅。首先咧，右腳拎高，跟住喺度打圈，1、2 flat toes flat 你嘅 feet， 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打細圈嘅。我哋而家咧就打翻個大圈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放鬆。我做埋第3個動作啦，都喺度轉嘅。預備上翻嚟，呢度唔好沉咗落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。我哋去第二邊做啦，成個人轉去另一邊啦。首先咧就轉個細圈，跟住第二、第三組咧就轉個大圈。預備好咧，就左腳升高。嗱，記住呢度唔好沉咗落去，我哋要提翻起你個心口咧，打翻側嘅。左腳升高，喺度轉細圈，跟住雙手咧撳實地板，多啲支撐嘅。1細圈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。跟住準備咧，第二、第三組咧就畫個大圈，
大圓圈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練緊你個腳嘅呢組肌肉咧，令到佢再實啲嘅。同埋因為我哋而家咧夾實轉嗰陣時咧，呼氣夾實個肚，夾實你個屁股一齊轉圈咧，其實都練埋你個 core muscle 嘅。我哋做第二組啦，畫大圈，預備1，上翻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落翻嚟，放鬆，唞一唞先。準備第3組啦，上身咧撐翻起先，手撳實，好 set 好個動作之後咧，準備畫大圈 ，flat 你嘅 feet。1，畫大圈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非常好。咁我哋做翻少少，拉翻鬆。我哋今日做肌肉啦，雙腳伸前，心口 hold 實你個大腿，成個人伏低。雙腳慢慢伸直。再伸直啲，瞓喺地板，左腳勾起，頭向右望，轉翻，兩個膊頭都要喺地板嘅，相反方向右嘅伸直，左腳上起，左腳向右邊，頭向左望，兩個膊頭都要喺地板。呼氣放鬆，坐翻起身。咁好多謝今日收睇呢個20分鐘 Pilates 啦，其實係好包羅萬有，亦都你見到身水身汗嘅。咁希望大家都努力練習呢一組 Pilates， 同埋我上一組都有堂係教 Pilates 嘅。咁兩組加埋一齊咧，40分鐘咧係好好㗎。咁我下堂再見大家，咁下堂再見，拜拜。